今日介紹一味秋天乾燥天氣，身體乾燥、口乾、生火大、睡眠不足、睡眠不好的人可以試下果味湯啦。果味湯我哋用有啲咩材料呢？石蝦、玉竹、紅棗、杞子、沙參、百合、蓮子，仲有我哋啲飛口水嘅豬骨、山藥，仲有幾片薑啦。將所有材料倒落燉中，飛口水的豬骨，仲有山藥，啱先配嗰啲材料啦。杞子到後邊正放啊，落滾水啦，600分滿就可以啦。燉2個小時，加埋杞子同埋啲鹽，再燉幾10分鐘。碗試試味先，哇！啲湯靚啊，正啊！關注我，點讚收藏，帶你每日飲靚湯。